我是来自中国北京的金星。当啷当啷当啷，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今天非常的奇怪，对不对？那怎么描述我刚才的行为呢？我这个行为其实叫做卖萌，卖萌，么爱卖，么萌，卖萌。其实卖萌的意思呢，就是叫做装可爱，装可爱，看到了吗？装可爱呢，用越南语叫做咋么当哟。其实我不是很会念，我是找我的越南朋友帮我翻译的。所以刚才我的一系列这种动作，其实都是在卖萌，卖萌。大家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看到有一些朋友自己拍照片自拍，也会这样，对不对？这种行为呢都叫做卖萌，或者说你犯了一个错误，怕你的爸爸妈妈、你的朋友惩罚你，他们会责怪你，所以你就会跟他们撒娇卖萌。这样的行为都叫做卖萌那如果女生卖萌呢，其实还挺可爱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我们想称那些很可爱的女生，我们可以管她们叫做萌妹子，萌妹子这个子呢是轻声，指的就是很可爱的女生，可爱的女生叫做萌妹子，记住了吗？这个越南语叫做格盖当约，我忘了，其实刚才还很认真的记了一遍越南语但是现在就忘了。我发现越南语比汉语还要难学，所以呢，大家想要描述这个人这种动作装可爱的动作，我们就可以说她是卖萌。如果她是真的很可爱的女生，我们就可以说她是萌妹子。所以下次呢，你要是在 Facebook 上，或者是在网络上，或者是在日常生活中见到一个很可爱的女生，你就可以直接跟她说你好，萌妹子，她一定会非常开心的。但是你说这句话的时候不要太做作，否则她就会觉得你是在卖萌，好吧？今天呢，我们就先讲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加我为 Facebook 好友。如果你能把我的视频分享给你的朋友们，你就会是一个萌妹子哦。如果是男生的话，也祝福你能够找到一个萌妹子。我们这节课就先讲到这里吧。See you next time， 拜拜。